本会今年圣礼典的日期，如欲受洗的兄姐，请向办公室报名登记。另外，学道班开课日期是2月28和10月17号。2月12上午9点，新春感恩礼拜。2月21召开会员合会。3月6号到6月26号，每周六上午9点20到11点半，本会举办儿童品格才艺营，即日起开始报名缴费。台湾神学院春季班信徒神学系课程，本会会有优惠。1月22到23大学学测，本会有7位少气妻友参加，求主赐他们聪明智慧。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与医治。请拿起周报，看到第1页下方的金句。章节及华语部分一起念2次，请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上帝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上帝。让我们站立，一同来祷告。阿爸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我们存敬畏的心向你下拜。你是天地的主，万有的神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。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你是美善的神。2021年的开始，世界持续笼罩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。我们为着因疫情而过世人们的家庭向你仰望，求你让他们在痛苦和丧失中找到你，得到你的安慰和平安。更为所有被检验出病情的人们迫切恳求，愿你的医治降临，使他们在等待中拥有盼望。也为所有医护人员面对危机时所承受的压力祷告，求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，在极度疲累时，有你赏赐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病患。我们也为教会向你恳求，求你祝福士林教会成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属灵的家，让我们有委身的心志，愿意按着你的心意共同建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，互相包容，愿意倾听，在追求爱神爱人的路上学习你的样式。爸爸，纵使我们看自己或他人总有各样的不足和软弱，也在各样的伤害和失望面前放弃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，但是主，你不放弃，你紧握着我们的双手不放开。因你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满有爱心，且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每一位都得着儿子女儿的心，生命中各样的伤痛都能来到你面前得到完全的医治。阿爸，求你给我们如此的盼望，得以在每次的低谷中等候你大能作为彰显。最后，我们用主教导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感谢神，让我们聚集在这边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叫我的神欢喜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。
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。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依靠，我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，你的荣美无人能及，万物都要颂扬你的名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，谢谢你先爱了我们。耶稣，荣美的救主，复活全能真神，荣耀君王，像羔羊，圣洁和公义，尊荣的拯救者，力量晨曦，天使高声齐颂扬，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超乎万民之上，黑暗
你是荣美的救主，复活全能的真神，我们敬拜你。耶稣，荣美的救主，复活全能真神，荣耀君王。天使高声，天使高声喜颂扬，万物都举起来敬拜你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超乎万民之上，配得尊崇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耶稣我主，超乎万民之上，耶稣。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，哦，耶稣，耶稣我爱你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超乎万民之上，配得尊崇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耶稣我主，超乎万民之上，耶稣。耶稣，谢谢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的眼光和心思都要单单注视你。我们能拿什么给你？愿你喜悦我们的敬拜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，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
高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的眼光，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。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。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。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耶稣，我们献上我们全人和全心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，真挚的爱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以前我们真的是要将自己摆上，就像当初主耶稣你来到我们这世间的时候，那从远方来到你面前来敬拜的，他们要将真实的香膏献在主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保守带领我们，今天再一次到你宝座前来，我们要经历到你从天而降圣灵的浇灌，让我们的心再次被打开，让我们的灵再次喜乐来亲近主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感谢主，在天气变化的中间，他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到他面前来。特别在这个几个礼拜进入2021年，有一个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在学期一起建造，同齐起做。有一个兄弟跟我讲，牧师，要起做啥？要建造什么？越来是越老，怎么可能越来越造起来呢？被建造起来呢？硬体可以建造起来哈，但是软体这个生命是会越来越老啊，怎么建造？这个就是在生命中间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课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礼拜堂的砖块已经超过100年了。今天过去这3天，礼拜堂的后侧把石灰、把砖块把那个外部的瓷砖拆掉，你可以看到100年前的砖块在里面，然后再抹上水泥，再做上防水，就在我们礼拜堂的后侧这边哈，再做上防水。再来这个礼拜我们会做上油漆，也就是说再过1-2个礼拜，我们就可以从这后面的走道走到教育馆，除了前面这个走道以外，硬体不只是被建造起来，它还必须要被保养，而且它能够做很好的发挥。尤其我们看，已经超过110年的砖块，到现在我们还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来敬拜。
所以这个生命呢也一样，人真的是会年纪会越来越大，身体的机能会变化，可是我们的心灵会被建造起来，因为我们的心会跟天父上帝越来越接近。而这中间呢，敬拜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也就是在敬拜、在礼拜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所以我们要请慈玉执事带领我们来看这2段的经文，《撒母耳记上》3章，以及我们看到的《约翰福音》，请。耶和华来站着，像前几次呼唤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！”撒母耳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看哪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凡听见的人都必双耳齐鸣。”又过了1天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他找到腓利，就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这腓利是伯赛大人，是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。腓利找到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拿但业对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腓利说：“你来看。”我们曾经提到耶稣的12个门徒、12个使徒，为了要选这12个使徒，所以我们知道他至少在被他差派出去的那70个人中间来挑选。能够差派70个人出去，表示他的分母至少要100多人，对不对？一班有26个小朋友，你要选一个班长，当然是从26个中间来挑。可是你碰过有一班只有1个人吗？他当班长，他当学艺股长，毕业的时候他怎么样？他领市长奖、局长奖、校长奖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也有那种一班只有1个人。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偏乡只剩下1个人，他一样毕业，什么奖项都在他身上哦。但是什么样的角色也都在他身上，他又当班长，又当学艺股长，又当服务股长，什么事情他就跟着老师这样一起做。分母要够大才能够挑选，否则的话就1个人全担了。所以我们在记得耶稣的12个使徒、12个门徒中间，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2对兄弟，彼得跟安德烈，约翰跟雅各，这4个我们很熟悉。那这一对呢很特别，他们是同伴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彼此认识。拿但业跟腓利，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最后那个字，你来看，你自己来看啦，我跟你讲较多不好，你自己来看，你自己来看，你自己来面对它，这个在回应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，这个撒母耳他所学习的敬拜功课，到最后他仍然要自己去经历到天父上帝跟他的邀请。为了要回应这个邀请，你要知道他预备多少，不只是撒母耳预备，他妈妈早就预备了，他妈妈很早就预备了，妈妈预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撒母耳出生了，当他能够断奶，不再靠妈妈的奶的时候，他到了祭司以利那边去，开始学习服事的功课。他在等一个时刻，就是今天这个时刻，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话，在这种敬拜中来彼此相遇。所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这一段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特别知道，在整个的敬拜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祷告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杯子很夯，这个马克杯一个马克杯要400多块的台币，在国外啊，在外国买的，在台湾不知道买得到买不到。那它上面写的竟然是说我不需要治疗，你只要让我去台湾就好了。全世界好像台湾变成一个最安全或最让人家希望去的地方。在其他的国家、其他的地区有很多的限制，不管是封城、道路，或说一些的旅游，包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连线，我没有问他，在韩国那个瓦乌里教会，你还记得过去3年吗？
从圣诞节过后到1月中，有一些小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韩国的小朋友，他们小学6年级毕业的时候，有10来个小朋友毕业的一个功课，不是旅行哦，是来铭传大学上3个礼拜的中文课。然后这中间的礼拜天呢，他们就来我们中间，来我们这里做礼拜。那个教会是叫瓦乌里教会，在首尔南边有个叫水源市。好，水源市，如果你有一天要去首尔，你跟我讲，我给你那个教会的铜板，你真的可以去那个地方，他们非常热情哈，非常的热情。那你可以去那边经历到韩国教会的另外一种类型，那个比较像首尔大城市的南边叫水源市教会，叫做瓦乌里教会。小朋友6年级不能出国啊，不止不能出国，连他们上课，他们3年级以上就不能够到学校了。那小1、小2幼稚园必须要去学校，为什么？8岁以下不能够自己在家，所以就要送到学校。那学校当然要做特别的一个措施啊，让这些那3年级以上在家上课，用电脑上课。连瓦乌里教会他们在圣诞节都没办法做礼拜，11月、12月一样在家庆祝圣诞，不像我们可以一起庆祝圣诞。那要出国怎么办？他们礼拜1就上礼拜11号开始出国，在家里整理行李，用网络、电视，老师在教会看着你行李有没有拿，哦，那个软包你忘了带，那个应该要带，什么东西都带了哈。然后来，车子到门口了，你到门口来，就到门口不能出去了，啊，用网络让这些学生出国，他们一样要跟我们做礼拜。我们有同工把过去这2年他们在这边的一些活动送给他们，所以他们用网络来让这些小朋友出国。坐飞机已经到桃园机场，巴士来喽，我们现在到基河路去哈。他们就这样让小朋友在家里的看电视这样。所以全世界很多地方是这样的，在经历过去这1年，台湾受到上帝特别，我相信上帝祝福每个地方。但是上帝有对台湾特别的心意，我们要为世界的环境祷告，当然我们也要为你自己切身的处境、切身碰到的功课挑战来祷告。我们为这个大环境祷告。在17年前，2003年有一本书，它名字叫做《100年愚行》，100年愚昧的行动，100年愚昧的行为。2003年出版的，他在讲到20世纪，从1900年到2000年这中间100年，他用100张相片来说到人类愚蠢的地方。所以人家说20世纪是一种创造，是一种改革的时代，对不对？20世纪，你看从1900到2000年，是一种创造性爆发、一种改革的一个世纪100年。但是也是一种破坏、一种愚昧的一个世纪。你看，在20世纪有多少战争、多少撕裂、多少意识形态、多少的破坏，特别是20世纪对这个大环境。所以那本书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大家一起学习反省的地方。我们在新年还是1月的时候，特别为这样的一个环境祷告。可是我们也求主怜悯保守我们每一位你遇到的处境很真实啊。我们有个幼心幼儿园，你看看110个小朋友，如何让小朋友都没有感冒，都没有肠病毒，幼儿园才可以正常运作。你看这些老师压力多大。礼拜5祷告会的时候，有幼儿园的老师跟我讲，牧师啊，我们那么迫切祷告，怎么还停一班呢？小白班有10几个肠病毒，照规定还不到停班，但是我们提前部署，所以礼拜5开始有一班就要停上课了，家长就要让小孩子在家提前部署。那个老师的心情我们很能体会，我们那么认真而且那么迫切的祷告，为什么还有肠病毒？我就因为大家在一起同工很久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也很迫切祷告啊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掉啊。对。上帝带领我们要经历这个死荫的幽谷，一定有他很重要的功课。不要想到说，哎呀，我越来越辛苦了，要住院了，我累了，
我好像越来越没体力了。住在教育馆，我一天提醒自己，总是要有2、3次从1楼爬楼梯爬到7楼哈。不是爬，就是走楼梯啦，因为住7楼。因为若不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会衰退得更快。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功课，我们跟上帝求是他的同在。今天敬拜一开始说主的喜乐是什么？主的喜乐是什么？对呀，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我会有力量，是因为天父上帝，我们的主上帝，他的喜乐，他喜爱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今天要说敬拜的喜悦，他喜爱跟我们在一起，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力量。所以在今天这个处境，我们在说到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为这个大环境祷告。每一天每一刻，这个祷告会反射回来，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做，我应该如何来参与这个祷告。好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如何参与在家里面，然后也为自己切身的处境，不管是身体的病痛、心理的忧伤，或是你的工作、你的人际关系，为这些来祷告，为这些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个身体很重要、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连结。有时候其他的年纪的人都会吃醋。每一次到了教会、到教育馆来，最吸引人的就像胖迪这样的人。你到幼幼班去，那个吴梦焕老师的孩子现在也在那边，然后一些亲子室的小朋友，他们都吸引我们的眼光，大家都想要去抱抱，对不对？哇呀，好漂亮啊，好可爱，他就要摸的，我摸个就嫩的呢。我们要亲下不赶快，有时候还捏一捏，头摸一摸，那甚至最好是能抱一抱，对不对？有2个家长跟我说：“牧师，你都不把抱给我囡啊，孩子已经要上小学了，我来8年了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印象中我孩子出生到现在你都没有抱过他，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。我自己是觉得尊重很重要，不管是尊重爸爸妈妈，尤其是孩子这种情况，尤其是在大环境，我连碰他的真的想摸啊，但是。”我就是会缩回来会缩回来。为什么？我希望不要让他爸爸妈妈又造成困扰。所以，我印象中，除了第一次来到教会抱着他在这边祷告以外，好多小朋友、婴孩看的真的是喜欢，但是我约束自己，不要碰他。生命关系中间的尊重，不只是无形的互动，人家这些有形。不只尊重爸爸妈妈，也尊重这个小孩子的感觉呀。你以为我们碰碰他的这边，摸摸他头，他喜欢吗？他会喜欢吗？你不知道，以后长大再问他看看哈。但是这个是尊重。如果生命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尊重的话，那么我们跟生命的源头天父上帝的尊重是什么？我们跟生命的源头天父上帝，你如何去经历到尊重？所以在信仰上，我们叫做以敬畏礼拜来回应天父的爱，就好像这幅图画，浪子回头回来了，爸爸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以回应，我们愿意亲近他，敬畏他，这个是我们跟天父上帝中间的一个关联，我们称为敬拜。敬拜是什么？敬拜就是上帝跟你讲话，然后我回应他，我的回应称为敬拜。那敬拜是什么呢？有一个老师，中国古代的一个老师，他讲了一段话，我们前面都很有印象哈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后面那个是生命更重要的意义哈。活着我当然想啊，可是呢，做一个义人，我当然也愿意。两者不能得兼的时候，我当然是舍义取生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人点头啊？哦，对，一般人当然是舍义取生嘛。那个义大家在说，在讨论。那活着最重要啊，对不对？活着最重要，不对，他说不是这样。反过来，当正确的事情、有意义的事情、正确的道路在那个地方，
你纵使遇到一个挑战，你仍然愿意舍身取义。哦，这个叫做人呐、他说这样叫做人，所以他说人跟禽兽差不了多少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舍身取义。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那一位牧师叫做潘霍华，德国的一位牧师，39岁的时候，在1945年就在集中营，4月的时候在集中营被希特勒处死了，39岁。一个牧师，一个神学家，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舍身取义。所以虽然有很多美国用尽方法，就好像现在有的人在中国被关了，在伊朗被关，美国用尽办法要把这个人质救出来，对不对？用好多的代价去跟他换，跟伊朗换，跟中国换，就是要把这个人救出来。美国那时候也一样，想办法就是要让潘霍华能够离开德国。他说不行，这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跟我的同胞一起面对德国的苦难，明天我就没有资格跟我的同胞享受重生得胜的荣耀。这个时刻我若离开，就好像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，你到底要离开还是要留下？有一些地方就要面对这个挑战了啊！他说：“我这个时候如果离开，我就没有资格有一天德国反省重建的荣耀，我就没有资格。”所以他留在德国，希特勒抓他起来，后来把他处死了。过2个礼拜，盟军攻回去了，啊！这是孟子先生的看法意见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很多舍身取义，不表示就30几岁就死掉哈。我们常常在提的那个史怀哲，你知道他吗？96岁哈，90几岁，但是他50年都在非洲。50年在非洲，我们的生命中间一样，你也曾经这样过，你舍身取义，但是你还活在这边，你在生命中你很多的割舍会痛，不管是你付出时间做义工、奉献、付出金钱、付出你的那个不愿意，到时候顺服愿意，这个都是他说的生。你把这个舍了，为了什么？成就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义。这位孟子先生说，人需要舍身取义，但是不容易，很难。这是他在说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老师在说的，这个是大家很熟悉。笛卡尔他说的这句话，已经400多年了。我们常常说，为什么人跟其他动物有什么差别？就是因为我们会想，我们有理性嘛，我们有思想嘛，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了。因此，在整个的生物界，把人类定位叫做智慧人类，啊，它的学名叫做智慧人类，因为人会思想，有理性，我思故我在，这是智慧人类。可是有2个老师，一个是在美国，一个在德国，他们这2个老师1966年50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，叫做《对现实的社会建构》。人因为有社会，会有这样的一个组织、指挥系统、学习跟着 SOP 走等等，因为这样，人跟其他的动物群体、跟其他的受造物不同，这是这2位老师的看法。这2个看法，因此呢，在分类学上就把人说，不只是智慧的人类，也叫做社群社会人类。其他的受造物一样有群体哦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没有像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、指挥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就在63年前，1957年，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，他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圣与俗》，他的相片还曾经被放在邮票里面。他说，其实人跟其他受造物差别在怎么样？人会有宗教表现，人有信仰，不管你是无神论者，纵使是无神论者，一样会有宗教的行为、宗教表现。那本书叫《圣与俗》，所以在分类各种生物分类的时候，就不只是把人说是智慧人类，是一种社会人类，更重要，它是一个
宗教人类，在受造的人有宗教行为，其他的受造物没有宗教行为。我们说这么多，最重要是要进入我们所说的敬拜。所以敬拜的意义，你就会看到敬拜的对象，创造的主宰。你会看到敬拜的对象是一些偶像，在台湾特别多，大树公、九头公、什么这些受造的东西，你会看到特别多这样的东西。第三个呢，特定的对象是人跟人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所以你会发现人很厉害。从一开始人就想要敬拜人，《创世纪11章第4节说：“我们来建造一座城，一个塔，通天，为自己立名，免得人忘了我们，分散各地，他们会敬拜我们，会记得我们。”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，当然用现代的说法，这个叫做人文主义。到一种程度，人文主义就是一种特定敬拜的一个情况，这是在说到敬拜的意义。可是基督教信仰确信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，敬拜是人被造的目的，上帝启示他自己，人以心灵诚实回应。很熟悉吗？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敬拜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回应。什么叫敬拜？你怎么回应这位创造给我们恩典，与我们同行？在圣经里面他所应许的那些，你怎么回应？这个是敬拜。所以在敬拜的这个意义上面，我们发觉主日我们一起敬拜，我们经历天父上帝的爱在关系中间哦。你怎么敬拜？在每天的读经、抄写经句中间，你会经历到跟圣灵的一个亲密的连结，那种喜悦。有时候有流泪，有时候有特别的感动跟感受，在你每日的灵修中间，有时候特别的哀伤被治疗，这是在灵修中。敬拜是什么？在你的功课、工作、生活中间，你的实践，当你要做一些决定，要做一些情形，要往前跑的时候，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那个决定，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这是我们在说的敬拜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看到今天读的这2段经文，撒母耳可以说是一个服侍敬拜的一个典型。从以色列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间，撒母耳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。从士师那时候大家的混乱中，渐渐建立规矩，要进入王国，这是有国王的时代的时候，撒母耳是这个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但是你看他一生的服事，一生的敬拜，他从撒母耳上2章18节，他从行事开始。我们念这段，预备来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，竖立在耶和华面前。妈妈把他带到了会幕去了，带到了以利旁边去。他那个时候只能够跟班，他知道要献祭了，赶快把衣啊瞧后起来，头发扫扫，因为人家明天要来献祭了。他就是赶快把这些做好。他从形式，从外在做起，他那时候可能还不了解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他甚至都还没有听过上帝跟他讲话，也没有听过，也没有什么样圣灵的感动，或者说其他的属灵经验。就像我们小朋友愿意跟着爸爸妈妈来坐在这个地方，就从形式开始，从形式开始。但是在今天读的第3章，上帝让他经历心灵跟诚实的功课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前面已经讲几次了，上帝已经叫他好几次了，他还不知道啊，因为他还在形式中间，他还在 SOP 中间，请注意这个地方哦，哈，他还在 SOP 中间，还在形式中间。上帝一次跟他讲话，2次跟他讲话，3次跟他讲话，他不知道是上帝跟他讲话，他以为是牧师的叫我从下就，还是那个传道有什么事情吗？不然我怎么会听到，怎么会感动到要做什么呢？他还在形式中间，所以以利跟他说：“如果你再听到，你要回应，要回应，有没有？你要回应。记得他说回应什么吗？请说，仆人静听，敬拜。从这个时候，撒母耳进入了敬拜的真实，他用心灵来回应
耶和华上帝跟他的邀请，跟他的启示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，就是当腓利在邀请他的好朋友说：“哎，赶快来啊！拿但业，你看那个弥赛亚，我们知道了。我们都还看他坐在树下哈，哎呦，拿撒勒怎么出不了好东西啦？你说拿撒勒耶稣，他坐在树下不理他。那腓利说：来来来，跟来看。后来他说：好，我就跟你去。来看，意义会在相遇对话中来顿悟。尤其是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把这没意义啦当成借口。当你想做的时候，你非常投入进去了；当你不想做的时候，那没有什么意义啦。我们再检讨看看。这不只是在教会的事工，在教会、在家里，甚至在公司，我们常常会这样。做的事情没有意义，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意义这两个字怎么样去解释。但是我们常用这样，其实就是我没有感觉啦，我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有意义。那什么叫意义呢？它会让我有感动、有感受、有感觉，是不是？一个人对我有意义，是因为他对我有感动、有感受、有感觉，我知道他存在，那这个人存在就对我有意义了。否则，全世界80几亿个人对我有什么意义 ？OK， 所以当我们在说有没有意义的时候，不要把它称为借口。没有意义，所以你就跟我没关系，当然没关系啊！80几亿的人跟我都没关系，当然没意义。只有那3、5个，只有那300、500个家庭、教会、工作、邻居，应该不只是这样，因为天父上帝的心比这个大多了。所以我们会在相遇、在投入、在对话中间，意义来产生，跟上帝也一样，不只是停留在那个形式，就像腓利说：“来看，来看。”也是每个礼拜我们愿意来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最后，我们简单分享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要经历敬拜的喜悦，经历敬拜的喜悦，让你的生命能够得着丰富。当然，你就要早一点起床喽，早睡早起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早睡早起，你才能够有预备。有一种声音叫做 “voice of silence”。宁静的声音，silent 就是安静，那怎么还有声音呢？有，等候的时候会有。所以我们9点礼拜，有些弟兄姐妹8点50就来了，服侍的同工8点就来了，有些弟兄姐妹8点50就来预备了，同工服侍团体更早8点就来了，有预备，就好像我们在预备等候耶和华上帝一样，你一定要有预备。来到这个地方，要试着不要跟邻居讲话，要讲话结束礼拜再讲。来打个招呼，就坐在那个地方，让自己等候，让自己安静，让自己等候安静。敬拜中间，特别在主日礼拜敬拜中间，我们会口唱心和一起来敬拜，因为你的口若开，心会开呀，嘴若开，心会开呀。所以有当下咱讲祈祷的时候，咱开嘴祈祷，你试着开口祷告。开口祷告或开口唱歌，你的心会开，因为开口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天父上帝。我们看到第3个很重要，就是在礼拜中间，我们会祷告，倾心吐意向上帝祷告。在第2堂礼拜，我们有公祷，我们盼望在第1堂礼拜，你也要让自己学习这个祷告，将你内心的感动、感谢，或说诉苦，有一些苦情来跟天父上帝讲。我们今天讲到的撒母耳，他的妈妈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，每一次他跟着先生到会幕去献祭的时候，他那种祷告，那几年的祷告非常迫切，祷告到人家以为他喝醉酒了，但是他说怎么样？我是心里忧愁有苦情啊，我心里愁苦，我在主面前倾心吐意。这样的话，你这个敬拜会对你来说连接上帝更深刻。第4个，在整个的敬拜中间，我们甘心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你如果领受到一句话，这个敬拜会让你的生命丰富，让你的灵性生命丰富。肉体生命要操练，要吃，要运动，要睡觉；灵性的生命一样，要安息，要祷告，要领受粮食，生命的粮食。所以，
求上帝每一次的敬拜，给你一句话，给你一个图像，给你一个感动。这个要来求，就像使徒行传11章在提到，在庇里亚这地方的人那么样的渴慕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看到了第5点，在说到的奉献是一个回应。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他向我们启示自己，我们回应他，用敬拜来回应他。路加福音21章记载了我们很熟悉，里面有一个寡妇奉献2个小钱。这个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一件，他当然看重人奉献的数字，但是他更看重于比例哈，你怎么样的回应上帝？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处境的弟兄姐妹都要一起学习的。最后，当我们敬拜完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就像他差遣以赛亚一样。以赛亚在敬拜完以后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：谁肯为我们出去呢？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这是我们在敬拜中间，你可以好好的把这几项功课默想学习，让你的敬拜，你会自己去经历到上帝给你的意义，不再把无聊没有意义成为借口，不要再把它成为借口。你想想看，你生命中间有太多这种形式 SOP 继续在走啊，走到有一天你突然顿悟了，哇，原来我之前做的这些都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原来我这3个月、这半年，我的饮食我照这样吃，真的有意义。原来我过去这1年，我都例行12点以前上床好好休息，原来它展现了果效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尤其是我们的身体。刚刚读的经句告诉我们，他这边所说的身体上来荣耀上帝，身体有2个意义，一个就是很实际的我们的这个肉体、躯体，这个身体在生活中间的实践，你的实践来荣耀上帝。跟人相处不要糟蹋自己，不要到外面去找小三，不要满足自己的淫欲，不要只是要让自己快乐就好。他说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身体，要用这个身体所做的一些事情来荣耀上帝。他说了身体还有另外一个，因为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一直在说到身体是基督的身体，头是耶稣基督啊，所以我们整个的教会要是上帝用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，我们要用这个身体、这个教会来荣耀上帝。有感动，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记下来，因为现在越来越不写了。你把它记下来，在生活中间的落实可以去做，我们才可以体验到上帝启示，然后我的回应连接在一起，这个叫敬拜。上帝一直在讲话，上帝一直在启示我，上帝同在，然后呢，我回应他了，这个会连接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就是敬拜了。这个时代真的忙，而且太绚丽了，太华丽了，时间常常不够用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呀，连小朋友都知道时间不够用，那我们更知道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对敬拜有什么体会？就这么样的1个小时，就是每一天的灵修时间，你有什么体会？或者是最近这几个月的主日礼拜中，哪个阶段？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在读经的时候，哪个阶段让你有特别的感动、安慰、有领受，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跟改变？做这样的一个回顾，来回应上帝的邀请、恩典跟他的拣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你创造我们的奥秘中间，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使我们有机会也能够跟天父上帝再次的连结一起。求主教导我们，在每一次一起在主日敬拜的时候，在每一天在我们自己灵修祷告敬拜的时候，在每个行动、每个场景中间，我们在做决定，我们都要经历到主的同在。求主圣灵，求主圣灵啊，
你帮助我们能够一次再一次的来回应你，以便于能够享受敬拜主的喜乐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站立，我们用主我跟你走，用敬拜来回应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放下不同的呼召。主，你跟我走，往普天下走，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。主，我跟你走，往普天下走，指引有路，紧紧跟你走。因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我的眼，星星的双眼，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，塑造我的心，谦卑的聆听，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。你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请坐，请预备心来奉献，奉献后请牧师祝祷。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。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。耶稣，奉献一生，皆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要得着你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。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皆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要得着你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皆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我要得着你。我已决定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渴望进入真正的敬拜，也知道你愿意我们来亲近你，所以在教会设立了主日，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敬拜中间领受天父上帝同在的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今日礼拜到此，请默祷待殿乐结束后再离开，祝福大家平安。你爱使我苏醒，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能握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启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毫无保留，让我为你而活，让我为你而站立，让我放弃像你爱我，让我为你前进，过去心是命赎回，如今单单属于你，活出你旨意的生命，改变世界为你转动。绿色树下堆满礼物，彩色卡片围热火炉，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，喜乐从音符画出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差遣儿子为宝贵救赎，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差遣孩子为宝贵救赎，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
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差遣孩子为宝贵救赎。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事物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喂，123，123。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